爸要我帮他买那个排行榜前3名，然后那时候格雷的书其实非常的红，所以我就把前3本买回家给我爸。好妙的心情。我其实看一下后面，我想说这个好像不太适合我爸，但是我爸很明确的跟我讲要前3，就是排行榜前3那个，我想说好买回家给他看一下。他翻了对第1本，然后他翻了一下，他就说你到底买这什么给我？不好意思，我们是不是就是电影？但在对剧的话是第一次，剧是第一次，剧第一次。怎么会想要接拍电视剧？我觉得首先真的最吸引我的是这个剧本，因为我觉得这个剧本最有趣，跟以往我看到不一样是，第一，它真的是集结所有的浪漫、最浪漫、最酥麻的桥段都在里面，对，所以这点就是蛮吸引我少女心的部分。剧本有很多吸引你少女心的部分。那以前自己会看那种言情小说吗？其实说实话，我真的以前学生时期没有看过，我人生第1本的言情小说，可能就是进阶成格雷，就是，但那时候其实是一个很好笑的故事，就是我爸要我帮他买那个排行榜前3名，然后那时候格雷的书其实非常的红，所以我就把前3本买回家给我爸。好妙的心情。我其实看一下后面，我想说这个好像不太适合我爸，但是我爸很明确的跟我讲要前3，就是排行榜前3那个，我想说好买回家给他看一下。他翻了对第1本，然后他翻了一下，他就说你到底买这什么给我？所以是买对了还买错？如果我爸很喜欢看格雷的话，我也是觉得蛮幽默的。对，但因为就这样，所以我爸就把那本书退还给我，然后我想说，那来看一下好了。就越看真的这种书真的有个魅力，就是我其实平常没那么少女心，可是一打开，我完全都掉入了那个总裁系列，我就觉得天哪，我好希望我自己是那个女主角，然后可以搭着直升机，然后总裁可以带我环游，然后再用一些霸道的。就是对我好的方式，霸道对我好的方式，对。其实在许愿。我在许愿，所以场戏部分也可以，格雷里面场戏部分也可以。那个你们尺度后面剧本可以加一下。很多次，就是会想一下啦，对。那就是到哪边都会戴口罩，然后尽量不出门就不要出门。然后勤洗手啊，然后会出门比较多就是去排口罩。真的假的？你这样子会去排口罩？真的，我又不用，平常又不用上班，很多时间。是有人认出你就让你先排吗？没有。因为排都是跟一群就是阿姨叔叔一起排。哦。还有些会说可不可以帮他们一起排，然后把健保卡给我。因为就是长辈，就好，排到就是附近的那些就是都认识。哇，其实我很害怕，就是他们以后就觉得我是专门帮他排。然后我可能下去台中拍戏的时候，他们可能说，最近这个小朋友怎么不见了？